林总，我们有个项目想找临时合作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改天吧。哇，好美呀，这里。这边。到了，林仙。哦，子枫说他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，想要找点灵感，我就带他来这里了。阴魂不散。哦。哇，小满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对啊，这些全部都是。哦，最近都是林县帮着我一起打理的。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？怎么谁都能来？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干活了，走。你稍微笑一笑，你稍微笑一笑。哎呀，干活有什么好拍的？小满，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？我看看，再来点吧，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。好。喂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帮忙，别在这捣乱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劝你善良点儿。大你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故意的。讨厌的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还得去江康那儿拉化肥呢。林县，你去吧。那拍照的，你这么闲，跟我拉化肥去。我没时间，我跟这儿拍照呢。那小满，你跟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啊，没事儿。走吧，不就是拉化肥吗？小意思。快点啊！小心你的手啊！小心你的手。这么大块头，这么没用。来，走，慢点啊！你别小瞧人。别太慢慢的。大摄影师，干不了这些粗活儿，就别干了吧。小意思。哎，嘿，稳着点啊！别动，坐好。你让我开一会儿，就一个。查到苏子枫的来头了。说，他确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摄影师。他与庄小满在大学期间，两人关系非常好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人是情侣关系。那到底是不是？没有当事人官宣，无法确认。哦，对了，苏子枫拿了巴黎艺术学院的 offer， 但是他还没有确认要不要去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我会死死盯着你，你绝对别想跑到隔壁房间去。那你可要盯好了。你一睡着就打呼噜，你一打呼噜我就睡不着，我就打住，打住，这样好吧？只要我一打呼噜，你就踹我，行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可以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还真踹呀！没完了是吧？今天晚上我不睡了，我死死盯着你。在哪儿？就在那个进门书桌旁边第2个抽屉。人呢？找到了。你昨晚干嘛去了？你觉得呢？林宪，你挂我电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事就说。林总，你要的项目材料。现在乡村振兴政策非常好，我们的新项目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。爷爷，你把我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吧。您真是有远见。这个项目可能是解决我们集团这次危机的关键，尽快推进。好，林总，你还要在大东村待多久啊？董事长那边快扛不住了。现在业内已经开始传言说你们林氏不行了，你们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，你再不抓紧时间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好啊，那我们的约定取消吧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拒绝了我，你们林氏一定会完蛋。又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的房间。你才搞清楚，这里是庄小满的家。你还不是男主人？是不是你说的算吗？
你我说的都不算，要庄小满说的才算。林仙，快下来帮忙！哎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只需要一只，就它了。这只适合做白斩鸡。没用的东西。看起来很棒啊！哎呀，端走吧。还要往里面加什么调料吗？只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块儿，记住别切太大块儿。好。用刀切块儿，简单。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盘子。你完了，保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小满，做什么好吃的嘞？小满，你怎么这么马虎？谁叫你切鸡直接放盘子上切？你看把盘子给我切的。阿姨，是我，对不起。是小林，没事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妈，这不是你最爱的盘子吗？哎呀，不就一个盘子吗？咱家盘子多的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亲儿子呢。你看这孩子说的，女婿跟儿子不是都一样吗？哎呀，看这火还没关呢。算你幸运。重新装。子枫进展顺利吗？怎么，想放弃了？我心里没底儿，也不知道小满对我什么感觉。其实你和小满认识的时间比林宪早，按道理来说，你们的感情基础更好才对。你说，如果我跟小满表白的话，他会答应我吗？我只知道，如果你说的话，就还有机会；但如果你不说，小满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心意。你说的对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看来苏子枫并不能阻止小满喜欢上林宪。林宪，你竟然敢拉黑我的电话！当初我们约定好的，我家帮林氏渡过难关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也给你时间去甩掉庄小满这个麻烦。你现在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林氏会完蛋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路遥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考虑清楚，如果你毁约，林氏一定会破产。
那林氏已经不行了，那小满……小满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每天在你面前上蹿下跳的，你好像根本就看不见。我陆遥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陆遥，这个陆遥该不会是……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们陆家很看重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提醒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原来林氏早就不行了呀！静雯，你叫我给你带的衣服。谢谢浩哥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这个是杂志款。我买房款就只是买个款式而已。这可是我特意为你订的。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哦，现在的房款做得越来越精细了。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去吧，我走了啊。来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有没有一位男士在你们这儿买了一条5800元的女士长裙？稍等，我帮你查询一下。好的。是的，是有一位姓江的先生，在1个月前预定的。谢谢。哎，林总，小谢，我应该怎么知道一个女生的戒指尺寸？林总，我问一下，你要准备干什么呀？你在干嘛？借滑板玩一下。滑板？你睡。慢点儿，
给我，这个给你。黄山旅游，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？我网上参加问卷答题中奖了，白送的，你去玩吧。浩哥，你可以自己去啊，爬爬山，放松放松。我这不是有个小卖铺离不开身吗？这个笨蛋想约我，要说出来啊！哦，这个圈是一人一间房的，你也可以跟朋友去玩。或许我以前是错的，我应该给浩哥一个机会。那要不我俩一块儿去？真的吗？还是说你的小卖部没你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个，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，你等着我啊！你等着我啊！子枫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小曼，嗯，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，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小曼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呀，你是我最亲近的学弟。我不想以学弟的身份喜欢你，可以吗？嗨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从大学那会儿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这种不一样就是喜欢。子枫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但是我也不想骗你。你在我心里，其实一直都是弟弟。你是不是喜欢上烈剑了？可是你们一开始就是假的呀，我怕他。我不怕。小曼，你子枫。对不起啊。小曼。
我洗好碗了，来接你回家。那我们回家。想起你，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世界。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把我推开。好想唱首歌给你听，属于你和我的旋律，想回到过去，过去再也不过去。我已经习惯我和你。小满，我走了，原谅我没有当面告别。其实我是看到你报名了轮滑社后，才去学的滑板。在你毕业前，我有好几次都想鼓足勇气告诉你，苏子枫，我不想只被你当成弟弟来对待。好好。但每一次我都害怕被你拒绝后，我们之间连朋友都做不了，所以没有说出口。来大东村之前，我收到了心仪学校的 offer。现在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这个角度拍照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。我去巴黎了。前面为了吸引你的注意，我的有些行为比较幼稚。喝点热水难拿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不是爱，只是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遗憾而已。你替我把滑板送给林姐。另外，祝你永远幸福。大爷，稍我一段呗。好。昨天，林仙他终于向我表白了，我们在一起了。
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美好而平淡的过着。他跟我说了很多他以前的生活，以前的他忙碌冷漠，除了工作不把任何事、任何人放在心上，看起来让人羡慕，但过得很累。他告诉我，他喜欢现在在大东村的日子。林宪慢慢学会了种田，虽然他还不是很熟练，有时候还会闹些小笑话，但他真的很认真。最近他在地里忙碌，我在家做饭。现在的我们很幸福。吃饭。好。林夏，洗洗手过来。嗯。饿了吧？这儿也是。哎呀，这边也是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小满，哎，吃饭呢？哎，光伯，光伯，一起吃点啊。家里做好了。哎，你们吃啊。好。哎，快吃吧。嗯。尝尝这个鸡蛋里补，快尝尝。你自己也吃。嗯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放松一下就好了。你以前没插过秧，肯定这次不习惯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可能比你还弱啊？我种田都种习惯了，你跟我哪有可比性？你手都这样了，我来喂你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喂你，知道你饿了，来块大。这次真给我吃啊？真的。真好吃。不吃了？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喂你，我喂你。忽然间，好吃。尝尝虾。湖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。
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世界都是你。眼里又长虫了，你今天记得一定要检查好了再喷药，对，千万不要。知道了，要均匀，不能喷的太多太湿。那我今天就不陪你了，我要去后山除草。早点回来。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董事长，大东村到了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你们就不要跟来了。可是林总还不知道您。先不要告诉他。好。老朋友，我来看你了。这里不错，依山傍水，环境优雅。以后我也会来这里陪你的。老爷爷，哟，这不是小马吗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孩子，这里都是你一直在打理吗？对呀，我隔天就会过来一次。打理的不错呀。我从小爷爷就跟我说，他爱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还有这里的土地。老钟，我来陪你喝点儿，省得你寂寞。您是？小姑娘，你怎么来这里啊？我来看我爷爷啊。你爷爷？老庄是你爷爷？你是他孙女庄小满？哎呦，好啊，老庄的孙女都这么大了。您认识我爷爷？哎，何止是认识啊！我跟你爷爷是老战友，想当年你爷爷还救过我的命呢。那我爷爷要是知道您来看他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一定会，一定会的。爷爷，我做了点馅儿饼，您吃一点再下山吧。那就吃点儿。尝尝。好。我要像我爷爷一样，用我的方式守护着这里。好啊，你爷爷果然有个好孙女啊！大东村
现在是越来越美了。你要是多留2天就好了。我也希望在这里多住几天呢。林仙，爷爷怎么来了？啊？这位爷爷肚子饿了，我先带他回家吃饭。你忙完了早点回来。走吧，爷爷，前面拐个弯就到我家了。好啊。他们2个怎么认识的？爷爷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多吃点。随便吃。真香啊！哎，还有其他客人没到吧？要不等大家一起吃吧？林叔，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，趁热赶快吃啊！来点儿。行，那就来点儿。少倒点儿，这酒是你自己倒的，不劲儿大。高兴，来我们家吃饭啊！好好好。来，多吃点菜啊！好酒，好酒啊！这酒呀，是我们自己家泡的。哦，好喝。爷爷，您多吃点菜，再喝酒。好的好的。来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你爷爷？你看看，都忘了跟小满说这回事了。当初啊，就是你林爷爷和你爷爷给你俩定下的婚约。您说，您是贵客，咱们怕是怠慢您了。我可不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什么贵客，我反倒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亲家。来，吃菜，多吃点啊！好，我给你满上。爷爷，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，你跟小满早就认识啊？我要是早告诉你，就你之前那个样子，你会愿意去慢慢的了解小满吗？那还真不会。小满是个好孩子，我之所以把你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你慢慢的跟他相处，慢慢的去了解他。不愧是我们林家的老头子。爷爷高明。我们林家现在确实有困难，不过我不会拿你终身的幸福去做解决危机的筹码的。看来，爷爷已经知道我和陆瑶的约定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那，你跟小满的约定马上就要到期了，之前的婚约还退吗？我会给小满一个完美答案的。臭小子！进。种田这种事情急不得，你下次一定要量力而为。这点活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不用担心我。还逞强，嘴这么硬，手还要不要了？
满、小林，下来吃饭了。今晚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啦，你的小卖部好几天没开门了，顾好你的小店。那行，正好林县有东西让我给他送过去。林县，什么东西啊？就要了一些什么灯带啊、气球什么之类的。那我现在去给他送过去。他要这些东西，是要庆祝什么吗？他要跟小满求婚了。求婚？他根本就不爱小满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向小满求婚？林县已经催我了，我得赶紧给他送过去。你去吧。那你慢点啊。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这个林县明明跟陆瑶牵扯不清。不行，小满这么单纯，不能被他们莫名其妙的伤害。喂，陆小姐，我有你想知道的消息，见个面吧。陆小姐，你好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有关林县的重磅消息？林县要和我的好朋友庄小满求婚了，就在这几天。我不相信林县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他不想要挽救林氏了吗？这个消息千真万确，我今天来通知陆小姐，就是希望无论林县和你有什么样的勾连，都不要牵扯到我的好朋友。500万。什么？我给你这个数，帮我破坏他们的婚约，让林县离开庄小满。陆小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瞧不起人了？反正你也不希望你的朋友庄小满受到牵连，这笔买卖你不亏。他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样，500万再加陆明资本项目部总监的职位，足够你在海市站稳脚跟了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，小满也不会被那个渣男伤害，一举两得。成交。林县这2天早出晚归，神神秘秘的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大黄，你看见林县了吗？你知道林县去哪儿了吗？小满，静雯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等林县呢，1天没见他，都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都这么晚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给你的，送给我的。你总是想着我。哎，
那你今天是去城里了吗？对，我一大早就去了，见了个人，然后才回来的。见了个人？谁啊？静雯，你不是有情况了吧？快说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对，果然瞒不住你。真的假的？你快给我看看他照片。现在还不行，我还需要解决一些事情才行。好吧，没事的，静雯，你只要幸福就好。小满，你放心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会让你认识他的。小满，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你好。我走了。你回去小心点啊。好。拜拜，拜拜。小满，明天晚上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婚约成真。终于全部搞定了。林夏，如果小满知道你为了向他求婚准备了这么多，他肯定会答应你的。一定会的。林夏，你以后一定得对小满好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你放心吧。来，提前为你庆祝。我，哎，你就喝一点嘛。来，谢谢你帮我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？来，干杯！林夏，你跟小满订婚之后，是会选择留在村里呢，还是会去城里生活呀？这个暂时还没有想好，但是我会尊重小满的意见。真好。我、静雯、小满，我们仨从小一块儿长大。现在小满身边有了你，而我和静雯也……你和陈静雯？前段时间我们出去玩了一趟，静雯现在对我也不太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其实很早之前，静雯就跟我说，她想嫁的人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人。不过这一次，静雯她却说，其实留在大东村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还说我跟她可以试一试。她真这么说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挺意外的。来，恭喜你们。谢谢。浩哥，浩哥，静雯，浩哥，好漂亮啊！静雯，哦，我叫静雯过来的，我这不怕咱们的酒不够喝吗？静雯，这里好漂亮啊！我给你带了一点小菜，还有好酒。林轩，你过来呀！好。林宪，对小马好一点。至于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些话，你就当做没有听到。
反正现在呢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所以你们要幸福。什么话什么放下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啦。总之呢，之后大东村3人组就要变成大东村4人组了。干杯！来，为我们的大东村4人组干杯！干杯！嘿嘿嘿。来，这。林炫，我不能喝了。明天你就要跟小满求婚了，今天喝酒要尽兴。来。没酒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我们下山吧。林轩这酒量也太差了。一会儿喝多了发疯，我可扛不住。静雯，对不起，我刚喝多了。静雯，静雯，那个林轩，我先送静雯回去，一会儿你完事了也赶紧回去啊。你们回吧。静雯，慢点。小满，明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林宪，我不管你和陆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但我绝不允许你把小满牵扯进去。林轩，林轩，你昨晚怎么没回去啊？小满刚刚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。昨晚有点喝多了，到现在头还有点晕。我刚刚跟小满说，你昨晚喝多了，睡我家了。不过这事我瞒不久啊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行。你帮我把这里看一下，头疼死了。你这酒量也太差了，我以后都不敢跟你喝了。赶紧回去。走。哎，静雯，快来一起吃点儿。林宪人呢？他昨天晚上不是和江浩一起喝酒了吗？哎，真是的，喝多了住江浩家了，真是的。他昨晚是喝多了，不过不在江浩家。
那他在哪儿啊？在花房。新闻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昨天晚上不是一直想知道，到底谁跟我在一起吗？这你们两个，对不起，小满，我该相信他的话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林仙人呢？我要见他。这2天跟我在一起的人就是林宪。怎么回事呀？啊？哎，静雯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一样对待，你怎么能和林宪做出这种伤害小满的事儿呢？啊！林宪这2天早出晚归，原来是跟你在一起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小满，阿姨，我早就想跟你们说这件事情了。我不相信。对不起。但是静雯没有骗我的理由啊！你走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你。小满，以后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。爷爷，林宪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小满，怎么了？正好今天林爷爷也在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小满，你说。我要退婚。小满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林宪，我和你庄叔对你像亲儿子一样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自己看。小满，这不是真的。这照片，林宪，我把我俩的照片给小满看了，我觉得不能再隐瞒我们的关系了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林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！小满，别碰我！你走！
你不相信我吗？真的相信我会做出这种事情吗？静雯都有证据，我不可能这么没有底线的相信你。林爷爷，你们走吧，这门亲事我们高攀不起。好吧，我尊重小满的决定，你们的婚约就此作罢。陈静雯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拍的这个照片，你要为你做过的事、说过的话付出代价。哼！李现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赶快跟我回去！小满，原来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啊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还不快走！原来一直以来是我自作多情。再见了，庄小满，再也不见。小满，小满，快醒醒！小猪猪，别睡了。林现，林现，就像是梦一样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来过我的生活里。庄小满，给我争气点！
林总，丰盛说要求太严苛了，生态农业就是项目嵌套的概念，认为您对生态球模型太较真了。丰顺这种老牌农企，说这话是想砸自己招牌吗？这个项目是他们的小于总在接手，他坚持新型元素不要占主导。你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，不待在城里发展，回来就是因为这个吗？我只是喜欢种地而已。那就让丰盛换人接手。我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乡村振兴。哎，林总，这可能就驳了小于总的面子，而且董事长那边也不好交代。你在教我做事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就去谈。还有，去调陈静文的简历。好。让人事主管提醒各位猎头，将他拉入行业黑名单。Easy， 那在整个海市，他可能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了。哼，他应该感谢我，没有直接发律师函告他诽谤。小满，你休息一会儿吧。小满，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垮的。小满，不是我要帮静文和林宪说话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林宪明明就想要和你求婚了。都是骗人。小满，既然回来了，那说明村子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是吗？对，都处理好了，我们的约定继续。那等我爸妈回国，我就安排大家见面。他这一阵子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你说这孩子，哎，小满回来了。哎，小满，小满，哎，爸妈，小满才回来呀？来，累坏了吧？来，给你爸，来，给我，快吃饭。来，坐下。哇，好香啊，妈！饿坏了吧？给你吃碗汤啊，多吃点啊。来，给他加点鸡蛋啊。来。好吃吗？你俩也吃呀，别光看我。我跟你爸已经吃过了。对，我们吃过了。吃着多吃点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多吃点啊。小满，你这个样子可不对劲儿啊。我没事啊。哎，妈，你俩别担心。小满啊，前几天闹的那一出啊，知道你怕我们担心，不过……小满，你要是难受就哭出来，是哭出来就没事了，千万别憋着啊。哎，爸妈，我真没事儿，只要安安静静吃个饭。小满，你他爸让孩子吃饭。
江浩，再来晚啊，人家就走了。静雯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就这么走了？浩哥，我赶时间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跟林宪根本没什么吧？你拆散他跟小满，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怎么没好处呢？小满离开林宪那样的男人不对吗？你这么做，你有考虑过小满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不要自作多情了。什么大东村三人组，我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。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，这个大东村，他再也困不住我了。静雯，你变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你的评价。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林总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你。静雯，你变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这是我的选择。今日午后将会有暴雨，部分山区伴有泥石流、塌方风险，出行请注意安全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你好，我是鹿鸣资本人事专员，您是哪位？喂，你好，我叫陈静雯，我想确认一下我的入职时间。陈建文女士，我们鹿鸣资本没有收到关于你的任何入职信息。没有。喂？难道是这个路遥耍我？浩子，怎么样？小满，联系到静雯了吗？电台里说有暴风雨，有泥石流，静雯的电话又一直打不通，我担心她。你再打一个试试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怎么办？走，我们去找他。
靖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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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靖王，打电话快！靖王，靖王，喂，让李妈，这里出了车祸，在河边。靖王，对对对，靖王，哎，对。靖王，靖王，靖王，妈妈，哥哥，是我错了。给我拍照。靖王，靖王，好仔，靖王，靖王，靖王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浩哥，小满，我在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躺着。你先躺着。浩子，你摇一下。慢点儿。小满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和林仙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是陆明资本的千金陆瑶收买了我，他给了我500万，还说会让我做项目部的总监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了陆瑶打给林仙的电话。我以为林仙他骗你，所以那天趁着他醉酒昏睡，我偷偷溜进去拍了那些照片。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靖王，你真的太糊涂了，你怎么能？林氏集团出现了很严重的财务问题，林仙来找你退婚之前，我和陆瑶约好两家企业进行联姻，这样陆明资本就会帮助林氏度过危机。林氏有危机？他们的资金链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。陆瑶知道林仙要向你求婚，所以让我想办法破坏。你们俩是我在大东村唯一的温暖。我想守护，但是我用错了方法。所以，林仙那天跟我求婚是真的？是。林仙和我之前一直在准备，他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哎，
小满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林羡他是真的爱你，他向你求婚，就意味着林氏要破产了。林羡为了我已经做好了失去一切的准备，我却不相信他。林羡，我叫林羡，请大家不要再给他安排相亲了，他已经名花有主了。林羡，他对我一见钟情。给还加了糖。我，庄小满的未婚夫。忽然间回想起不念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世界都是你。好想承受。如果小满知道你为了向他求婚准备了这么多，他肯定会答应你。一定会的。最美的回忆都和你在一起，我遇见你不只是幸运，不愿藏在我心底，又害怕靠得太近，想回到过去，过去再也不过去，我已经习惯我和你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你走！离开我家！好想唱首歌给你听，属于你和我的旋律，最美的回忆都和你在一起，我遇见你不只是幸运，不愿藏在我心底，又害怕靠得太近，想回到过去，过去再也不过去，我已经习惯我和你。啦啦啦啦啦你好，你这边请问找谁？我想找一下林羡。请问你们这边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林总，林总，说。庄小满来了。当时不相信我，现在又跑过来，把我当什么了？没空。好，我这就去转告前台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林总没空。
没空。现在肯定还在生我的气。那我在这儿先等一下他吧。林总，庄小满说要一直等。他愿意等，就让他等。欢迎各位来到林氏集团创新品牌发布会，我是林氏执行总裁林宪。作为一家老牌食品企业，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，林氏接下来将抛弃传统模式，对现有业务进行彻底的转型与升级。我们将在保证食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，优先考虑时间成本和经济效益。林氏有信心，在未来2年内将企业市值翻倍。林氏所有决策都有数据支撑，以下是具体调研数据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庄小姐，我代表林氏集团的林总来解除和解合约。喂，请问林总，他说的是你吗？骗婚是真的吗？林氏是否真的涉嫌诈骗？安环这算是顺过吧？这一下林氏就人丢大了。钱转在我卡上，我是不是还要先掏一笔手续费呀？手续费？林总，这是之前去大东村时给您看的那个视频，我忘记删除了，刚才给放错了。你的失误给公司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你自己说怎么办？林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去财务那儿结算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林总，李现，董事长，你整天开出这个开出那个的，什么臭毛病？爷爷，不用再说了。今天发布会上这么一闹，大家都知道你和小满的婚约，这件事你要处理不好，影响了我和庄家的交情。我这个爷爷，你不用认了。林宪，这董事长昨天碰见庄小满在这等到很晚，说有个农业项目正好没有人跟进，就安排他负责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就。爷爷让我把之前做的新型农业方案也带过来了。别以为你能拿爷爷来压我。你分到哪个部门啊？生态农业发展部。生态农业发展部。我带你找找去。
林总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是老董事长安排的，特意把庄小姐的工位安排在他自己办公室。这老爷子又在搞什么鬼？生态农业发展部。哎，生态农业发展部在这儿啊。林总，这个部门估计是老董事长新成立的。爷爷，小满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之前的一切都是我错怪林宪了，我想挽回他，但林宪现在根本不肯见我。爷爷问你，你心里还有林宪吗？我知道了，林氏那个农业项目，我找到合适的负责人了。要不我把庄小姐的工位从老董事长办公室挪出去？不必了，既然是工作安排，不用刻意回避。啊好。哎，庄小姐，你的办公区在这儿。别以为你坐我对面，我就会搭理你。林宪，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，对不起，我当时真……工作时间，不谈私事。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把你的方案拿过来。哎，几天不见，更帅了。别靠我这么近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别怕！哎，你林宪，林宪，项目书大体还可以，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部分需要梳理。这一块还有这一块都需要细化，同时还需要补充落地数据。我也做了一本计划书，可以和你这个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方案我会和你一起做。好呀。这一块，这个地方的数据都要补充完整，一定要详细一点。这块可以删除，
这里都补充一条。李现，其实我这些天特别想你。你就是庄小满。你是？我是林宪的未婚妻，是未来林氏的女主人。林宪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林宪，你自己告诉他。是真的，我和陆瑶很快就要订婚了。小谢，哎，庄小姐，庄小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找点资料，你先了解一下公司。你为什么让那个女人进林氏？庄小满是爷爷故人的孙女，这是爷爷的安排。如果你怕林董事长怪罪你，好，我愿意当这个坏人。我告诉过你，我的眼里可容不了一粒沙子。我会让他知难而退。好，我相信你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拒绝陆明资本的帮助。好了，我饿了，陪我去吃饭吧。走吧。林总好。咱们老板跟陆氏集团签新，这多般配呀！等林氏和陆明资本成为一家人，咱们林氏更上一层楼。嗨，小马。
小满，林总看了，重做。重做啊，知道了。你在里面做的好好的，你为什么申请出来办公啊？林宪和那个路遥天天在我面前晃，我看着难受。你们林总不想看见我？啊，那你慢慢忙，啊，完事了记得把灯关了。哎，这都10几稿了，怎么还不满意？林宪，你是公报私仇吧？连这种基础的数据都能写错，你是来这工作的，如果没有工作状态，就收拾东西回村。怎么那么凶啊？知道了，我马上改。我发了一份实验数据给你，加到策划案里。知道了。你再怎么欺负我，信不信我明天就回大东村？不行，这个生态农业的项目也是我想做的事。就算你不喜欢我，我也要把它做完。
他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怎么睡着了呀？你刚才是不是一直没动，让我靠着睡觉啊？你想多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走吧，下班了。我这个还没做完呢。已经做完，发到我邮箱了。还愣着干嘛？下班呀！哇，这么短时间就做了一版新方案。欢迎2位投资代表人的到来。下面有请项目负责人庄小满女士为大家做项目汇报。2位投资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庄小满。我们这次生态循环装置一共分为3大块系统，分别是循环系统、光照系统还有微灌系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装置分别是养殖池、固化分离、收集箱，并且需要矿化装置转化成井水池。自然不可改良，树立大自然环境，保护生态系统，崇尚自然，敬畏生命，最终合理利用生态自然环境。林现去哪儿了？我问你话呢，林现去哪儿了？你别难为我。这么重要的时候，他怎么能不在？你快说呀！林总下午的行程是约见陆小姐以及她的家人，可能是要谈一下订婚的事。订婚？难道他真的要和别人结婚了？不行！哎，怎么都没问？楼上那家咖啡厅。哎，就问你这不让进。拜托，让我进去吧。你不让进，林总在忙。林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你上次不是已经要跟我求婚了吗？你不许跟别人订婚。让他进来吧。我是不是来晚了？
民丰资本已注资2个亿，作为新型农业项目的启动金，由庄小满负责这次项目的落地。项目首发落地点在大东村。来，预祝我们的项目顺利进行。来。王总还推荐庄小满作为这次项目的负责人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同事作为搭档，陪你一起带头完成这个任务。预祝我们谢工小满项目顺利。谢谢李经理，谢谢。来。让你喝你就喝，傻不傻？哎，小满，好，谢谢陈经理。又干了，把你给能耐的。谢谢。要是把它喝出问题了，我把你们全开了。还来是吧？咱们新同事小满好酒量啊！来，我再给您倒一杯。谢谢李经理。没事，我看你是真不想干了。来。哎，这是我的酒，林夏。各位，今天既是欢迎我们的新同事，同时也是庆祝我们公司预热很久的新型农业项目顺利启动。请我们林总再给大家说2句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小陈，后面的项目要多多合作啊！来，你没什么可说的。我有话说。林夏，你就是个不近人情、冷漠无理的家伙。我真想扒开你的眼睛，看看是不是长在头顶上了啊！你喝多了，别耍酒疯。就算你再冷漠无情，再不近人情，我还是喜欢你。他喝多了。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哎呀，放下来，你没回答我。这个庄小满什么来头啊？这个谢河主，什么情况啊？放下来！放下来！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没有喝多。林谢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
这都几点了，老板怎么还不来？他从来不迟到的呀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林总要长期出差大东村，与庄小满一同落实公司的新型农业项目。以后的项目会议改为线上。散会。哎，谢特助，这庄小满是何方神圣啊？这大家都挺好奇的。嘿嘿嘿。她是林氏集团未来老板娘。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。这怎么到中午了？哎，我记得我定闹钟了呀。是我关的。那上班不就迟到了吗？哎呀，林夏，你是老板，你也不能……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农村。但是，你跟陆遥那边的事情怎么处理的？昨天你当着我爸妈的面拒绝了和我的婚约，紧接着你们林氏的项目就起来了。其实你从没打算和我订婚吧？没错，我要娶的人是庄小满。对，他要跟我回大东村啦。妈，来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老板娘，我回来啦！来啦！老公辛苦了。我辛苦。你小心点啊！对了，
正好小满他们今天回来，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。真的？嗯，那太好了。我先去多做几个菜啊。好啊。来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慢点啊！啊，好。慢点。哎，小满、李现，哎，小满，以前都是二婶儿太贪心了，现在才知道这勤劳致富才是基础。嘿嘿，我忙去了，忙去了。